后来继续要来讲这个保温罐，会当随时在你的身边，阁会当互饮品保持一个烧度，真侪人爱用。但是讲有一个乡亲，伊逐工拢用这个保温罐低咖啡来啉，安尼习惯维持20年，结果竟然是烟中毒，造成贫血、恶行，转来出车祸，无到1年就过身咯。保温杯低咖啡要提神，想袂到煞细神。有一名50岁男子开车开30外吨的老司机，有一天伊头壳煞拢空白去。车落入去早餐店，检查发现大脑皮质萎缩，贫血严重，腰子功能嘛无好。加上迄阵感觉太太煮菜拢无够咸，继续追踪，这男子竟然是烟中毒。医师嘛发现原因就是伊的保温杯。他太太就拿出了一个他使用了20几年的保温瓶，他非常节省。那个保温瓶我拿来看，我都吓一跳，里面都已经藏污纳垢，然后里面都是铁锈。内面已经拢生生啦，互重金属涌入伊逐工啉的咖啡内面，才会出现失调的状况。但是医师讲，不只是用愈久的保温杯。你用到材质不对的保温杯，比如说很多的廉价的保温杯，它本来就不是不锈钢，不是陶瓷玻璃的。第二个，你买的是一个对的材质，但是你已经用了非常非常久，那你保存的方式也不对，你经常拿钢刷去刷它，刷它里面的内胆其实都已经坏掉，都已经出现裂痕。除了藏污纳垢的问题，可能它里面一些重金属也会溶解出来。另外，保温杯上惊酸碱性的液体，亲像是柠檬水或者是地溴等等。若是这材质无好，可能内面的盐价拢溶解去，会造成肝肾伤害或者是大脑失智。所以提醒你，使用保温杯一定要注意。